韩国女星金世正今年来台南，和情歌王子周兴哲在跨年演唱会上演唱《永不失联的爱》，圈粉无数。毕业典礼进行到一半，投影幕上突然出现韩国明星金世正的身影，并带来祝福，学生们开心又激动。我就很兴奋，然后我去年还要去看他的那个跨年演唱会，哇！很惊艳，然后很惊喜，看到金世正出来，我就直接尖叫。然后还有看到严艺格，在典礼中，不止明星们让毕业生惊喜，来看看校长和教官，真的豁出去了。在颁发全勤奖和勤学奖时，大跳韩国洗脑神曲以及晚安大小姐。学生也教我好几遍，我也练了好几遍，紧急苦练了1-2天啊，在浴室里面对着镜子跳。德光中学今年创校60周年，以金马典礼的方式呈现校园回忆。勤学奖、全勤奖的前导片用翻拍电影的方式，融合德光的生活场景、故事与特色。这次的毕业典礼主题是倒带青春 （Revive Youth）。我们摄取了一些比较多青春的电影，像是《我的少女时代》啊、《月老》，改造成像德光的样子，在德光里面拍摄，然后把一些电影的台词改成跟勤学奖还有全勤奖有关。毕执会成员花费2个月时间拍摄同学们在校园中的点滴，紧扣着青春电影，让所有毕业生以另一种方式留下美好的回忆。记者孙怀谈的报道。